们也为了今天早上每一个服侍的同工来祷告，不论是今天早上的诗会，不论是等下敬拜赞美的服侍，不论是等一下有交通指挥的，有主日学的，各样的服侍，我们都为他们献上祷告，求神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能力，让他们在早上服侍的过程当中是充满能力、充满力量来服侍神。我们开口为早上所有的服侍同工来祷告。好的，父神，谢谢主，我们将今早所有的服侍同工交托用在主你的手中，主你赏赐他们力量，赏赐他们能力，好让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可以勇敢的服侍主，与他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也为了这些现在空着的座位祷告，求神让要来到我们这个殿中聚会弟兄姐妹可以断开他们一切路上的拦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顺利的来到这个殿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在这个殿堂当中每一个座位献上祷告。好的，父神，谢谢你主，我们将我们在这个礼拜堂当中所有的座位献上在你的面前，主你看顾保守每一个要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来这边路上一切的拦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顺利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你，让每一个人都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主所以祝福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为今天早上为我们分享信息的蔡牧师祷告，求神高摩蔡牧师的口，让蔡牧师今天早上所分享的每一个讯息，每一个字句，都是充满神你那而来恩典和智慧。我们一起开口为蔡牧师来祷告。好的，父神，谢谢主，我们蔡牧师交在主的手中，主你来通过蔡牧师口，让蔡牧师早上所说的每一个字句是句句验尽的，可以来分析，好让每一个人透过蔡牧师的分享，可以领受从你那而来属天的祝福。谢谢主，谢谢主，属天的力量，谢谢主。主我力量，我爱你。我爱你，主我的爱，我爱你，主我盼
的盾牌，你是我们的磐石，从永远到永远，我们都要爱你，我们都要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何等伟大的神，你拯救我们的生命。我要大声的宣告，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等的奇妙。感谢主，让我们早上有一个好的敬拜，让我们每一个可以更深的与你亲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拍手。充满感谢，献上至高赞美。我永远属于你，我要大声宣告，让全世界知道，你真伟大，你真伟大。高声赞美，高声唱，高声唱。心充满赞美，你拯救我生命，我要大声宣告。我的心充满感谢，献上至高赞美。我永远属于你，我要大声宣告。我的神力真伟大，我的神力真伟大，我心充满赞美，你拯救我生命。大声宣告，我的心充满感谢，我的心充满感谢，献上至高赞美。我永远属于你，我要大声宣告，让全世界知道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你真伟大。高声赞美，高声唱，高声唱，你真伟大。赞美神，我要向全世界来宣告，我的神真伟大。向全世界宣告，让全世界知道，向全世界宣告，让全世界知道。何其伟大的神！你掌权，你掌权，全地都属于你。你能力在荣耀中彰显。你是主，永远的神君王，你名是全能神。释放你的百姓，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那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那奇妙可畏，
耀中彰显。你是主，永远的神君王，你名是全能神，释放你的百姓。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万王之王。你何等伟大，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万王之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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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万王之王。再次宣告，你何等伟大，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独行其事，配得我们一切赞美。你何等伟大，你满有能力，你是在奇妙可畏，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万王之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拍手，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主。是主，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其的伟大。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来爱你，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的交托于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主，我要用全心来爱你。主，我用全心爱你，生命交托于你，大能双手扶持我到永远，为我罪被钉十架，为我罪被钉十架。我心的切记，高举你圣名，远超越天地之上。荣耀神，我救主，荣耀神，我救主，你赎回我生命，你承担我一切，我要与你同行，我向你高举双手，唯有你配得赞美。你掌权，耶稣
命交托于你，他能双手扶持我到永远。我罪被钉在十架，是我心的结晶，高举你生命，远超越天地之上。荣耀神，我救主，荣耀神，我救主，你赎回我生命，你承担我一切，我要与你同行，我向你高举双手，唯有你配得赞美。荣耀神，荣耀神，我救主，你赎回我生命，你承担我一切，我要与你同行，我向你高举双手，唯有你配得赞美。你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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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掌权。我们对主来说，你掌权，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你掌权，你掌权，你掌权，主你掌权，你掌权，掌权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掌权，你掌权，掌权在我们每个的家庭当中，你掌权，你掌权，掌权在我们的国家，掌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掌权在我们每个的心中，你掌权，你掌权，你掌让我能永远住在你殿中，我心渴慕，让我能永远住在你殿中，我心渴慕，让我能永远住在你殿中，我心渴慕，让我能永远住在你殿，我心渴慕，我心渴慕，让我能永远住在你殿中。荣耀神，
稣掌权，耶稣掌权。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因为你的爱高过一切的高山深海，你的爱超越这世上的一切。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来歌颂你的伟大。是主，你的爱高过一切的高山深海，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请我敞开我的心门，让医治者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歌唱，因你爱领导我。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高过一切高山深海，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我的心门，让医治者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歌唱，因你爱领导我。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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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歌唱你爱。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歌唱他到永远。哈利路亚！慈爱的天父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从你那里来的爱，我们要歌唱你的爱到永远。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可以与你亲近，让我们可以投入你的怀抱当中，被医治，被安慰。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同时也要为您在这世上所行的一切美好的神迹奇事来赞美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